观音术通灵问事啊。观音术是一种流传已久的仪式，借由机身的引导，用咒语啊，将人的灵魂带入灵界。元神宫是人的体内的意识空间，关元神宫能调整心性内在体质思想，将伊预知并改变家己的运势啊。问事写明家己的地址，细心百意啊，请施救者回答问题啊，指引方向，事业运动，身体健康顶家人探问啊，厝有重病者，嘛会使来寻求方法，使其改善或者转愈。再有一个奇曲的新恶处哦，还有一个完神，那啥物字啊？厝哦，应该是厝，毋知影这样啊。我搁来答无？免来答。哦，问事结果，看到沙洲啊，甲水有关的莲花，甲连个患者伫灵界的分别，看见花光入水缸，沉入水缸哦，患者爱泡至水缸中哦，放火入碗，缸中加纯酒，不可掺水哦。老师建议如下：酒者，活现暖身啊，气寒化痰。酒药对身体有好处哦。药酒泡入活蛇，会当引药上行哦。通络全身经脉啊，有缘人就以此酒为药，可以自我观音大师分取蛇将精气哦，使法力通达全身，扫除一切病痛。建议是步骤。第一，患者以明纸即项目连接家己伫灵界分别。二，备套一缸纯酒啊，不得掺水，高粱顶入酒位加三六灵蛇。四，患者滴入家己的活火入缸，以魂换魂哦。五，患者入缸。六，患者离缸进身啊，伫自我观音上行跪拜答谢。患者康复了后，即能自行起身啊，光明不得干扰中大伊威慑哦。有一个迄啥物件科音药上，泡入活蛇，伊活蛇款，甲伊款起来，毋知款啥。还有一个资讯记录。就像明示，那袂讲哦。哎哟，对。其实我即个使用，毋是因为讲伊是变宗教性的，毋是政治性的，伊是除了进前讲收底以外，大家有。应该毋是，哎呦，即摆一定英文版的。
安尼是全破啊，但是应该去欠一个成就，就是全部物件。讲一个好，反正毋是因为题材的问题啊，是因为共款发挥有限。安怎啊？咦，啥叫？发挥无够济啦，伊的伊的物件共我足济，但是发挥也无够济转，就你讲因的后壁拢会收底，嘿，啊中迄个难度的部分我是感觉还算 OK， 但是对我来讲是简单啦。嘿啊，惊人的所在我是感觉伤少啊，是就是要叫人惊人对啊。但是即届的惊是真正是好耍的，毋是像之前安尼跳过伊爱做跳过伊变成专业模了后才惊哩。而且我感觉应该佫有一寡会互惊的所在我无看到。所以我其实安尼应该还袂算完全好咧。对啊。哟，差一个因为。好，是安尼啊，感谢收看。我来表演试。大哥，是安怎？伊无互我试呢，即摆是安怎？伊无互我试呢，这是啥情？奇怪，这个是安怎？伊无互我试呢？因为 bug， 就奇怪呢。照理来讲，你到这个你指这个所在时应该会闪，但是完全袂闪，看起来是 bug 的问题，互回无好啦。那就安尼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应该是嘛袂使等。就安尼，真正袂使试呢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暗屋。